导演，欢迎欢迎。今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抽了的亚位正经黑稀客，黑林书义导演，欢迎导演。Hello， 大家好。很多人应该不知道，或是说从小燕与吴爱丽，可能比较多汉影知道导演其实是客家人啊，对，是哦，而且是爸爸妈妈都是客家人呢。对，我新竹客家人。哦，对。然后因为前一阵嘅一个天呀，几多年发现到导演係行啊，今年呢，如果难得的机会有请到导演来，我们就一样用导演带来的一些小物，我们来认识导演的故事哈。好啊。好，我来唱处理先，不按人替风，导演带来嘅哦，这个。可能各种观众唔敌，我很幸运也有一枚啦哈。刚刚呢，可能打开来这个非常美丽的入围证书，金马就是导演的妻子夏雨乔，她的小燕与吴爱丽入围金马奖。对，好，然后请导演带小物，为什么你会带老婆的入围证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想说，就是想要聊一下《小燕与吴爱丽》这部片嘛。那在想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东西最代表这部片。对，当然想过很多，就是可能是剧本啦，或者是笔记本啊，或者是什么现场的一些什么。对，但是后来想一想，就是其实回到最初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对，你是为了老婆而产出了这个故事其实一开始不是长这样，对不对？对，当然对，一开始的时候不太是长这样，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你不知道会长怎样，可是其实要写给老婆一出戏来演。对。对，某程度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会以为说，哦，你是导演，他是演员，你们是不是因为工作然后认识在一起的这样子？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就是朋友介绍，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工作过。他在从那个型男大主厨转型之后的转型的这个部分，其实没有那么顺利。然后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当年的那个小厨娘的那个形象太鲜明了，然后就是每天都在那边可爱啊，就是有点那种傻白甜的那个样子，所以他永远都跳脱不了那个形象。但是他身为一个演员，他是很希望说他可以去有突破，甚至于他在演出上面是希望被肯定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知道，就是说写这个剧本要写给他一个角色的话，需要一个角色是可以真的让他在这个部分被看见，对，让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样貌被看见，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动力是这个，他那时候就是他的演技有被肯定到，对，所以就拿了金马奖他的那个入围证书，这样子。假使观众朋友以前看过《亚洲天阳》，其他平台其实找得到哈，大家可以上去看。假使你喺汉语呢，如果是客家人看了，其实会觉得很亲切，因为给天阳底杯有不少的客语哈。曾国成大哥他是客语担当，对，底波其实妹姐也有讲一些客语啊，有，尤其里面设定是米农这个客家庄这个场景，也的确都在那边拍，对，然后甚至盐酥鸡摊，还有炸花生豆腐，所以客家人看就是非常多客家元素，对。那当然，我们从中发现导演是客家身份，可是其实你跟美浓没有关联没有，其实我跟美浓没关系。在美浓拍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这部片子本来就是设定想要在高雄拍摄，对。那这个一方面是就是高雄有高雄的电影的一个资金上的补助，对，很感谢他们。那另外一个部分是那时候我的这个故事的一个灵感来源吧。就是真实的一个社会事件，其实也是在高雄。因为当然我就是身为客家人，我自己知道说美浓是个客家庄，但我从来没去过。哦，在那之前你没有去过？我其实，在就是这一次看景之前，我其实从来没有去过美浓，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对，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看到是美浓之后，然后知道它是南部的一个客家庄的时候。我觉得身为客家人就会觉得就是有一种缘分，就会觉得，对，好像就是这里了。那我们把我们的故事就放在这吧。对，所以是确定了这个事情以后，其实剧本才把它全部都改成
就是因为是美浓，所以所有的客家元素降进来的，包括就是陈哥的角色，仁哥这个角色，就是原本也不是一个客家人，但是因为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发生在这边，这个妈妈。她的男朋友应该就是个客家人吧，这样子，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些元素是这样慢慢进来的，对，很有趣的缘分哎，是，就你跟客家又越来越接近了，对，好，刚才嚟看天意方拖延帶來嘅物品，可能先係乜嘅，哦，也嘅錄過寫嘅嗬，一本書。村上春树《巡洋冒险记》，这个我们大概这个年代的人哈，哇，那个年轻的时候一定要看村上春树啊。但为什么你会特别挑这一本书呢 ？OK， 好，对，所以就是你们是希望说是说可以有一些在我的就是这一生当中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个物件嘛。那这一本书是我开始认真喜欢看书的原因。对，在这本在大学时期，对，在大学时期，在这本书之前，其实我不看书的。我除了看漫画之外，我不看书。对，大家看我的小说，因为大家看我的样子好像很那种文艺，对，有点误会了这样。我其实小时候不爱看书，那是非常不爱看书，就是除了对是。对，我那时候，我看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是几个小过啊，我忘记了，有没有一个大过？好像我是不是有一个大过，然后几个？对 ，anyway， 还没有到会被退学啦，那所以还没有三大过，但是就是我的高中时期。其实如果大家有看《九降风》的话，其实我们的高中时期还蛮那个样子的，就抽烟喝酒骑车啊，什么那些各式各样的。不是你想象版本，你就是《九降风》里面那个，比较接近《九降风》里面的样貌。Anyway， 所以当然就是说你在学校就是因为课业因为什么有书需要看，但是我很讨厌看书。我觉得多少也是因为我叛逆的个性吧，因为我爸是个教授，然后我爸有他自己的书房。然后他那个书房里面就是上千本书的，就是每一个柜子就没有一面墙是白的，就是每一面墙都是书柜，书柜里面一定都摆满了书。所以我觉得在叛逆的时候，我对于书这个东西，我对于我爸他做的事情，就有一种排斥感，然后就不爱看书，很不爱看书。《巡洋冒险记》就是那个开端。然后为什么会是这本书？其实这个说回来。也跟就是个性上面比较接近，就是说我那时候我大学嘛，然后班上有一个我喜欢的女生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对，班上有一个我喜欢的女生，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不是就是开始认识，然后认识了一点点，然后当然就是说知道她家是住哪边啊什么的，因为有聊天嘛，对，那就是有一个周末。我那时候我想说，我想要约她去看电影，但是又不想要把它变得那么的直接的，是好像就是约她约会的这种正式约会，因为觉得好像就是正式约会会压力太大，这样好像稍微自然一点这样子，对。但自然一点，我就是也有点想说，那该用什么方式去邀她？好，那她家附近有一个电影院，然后我就想说，挑了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我刻意在它放映，它就是一天有好几场嘛，就是刻意在它某一场下午的某一场放映的10分钟后到他家附近，然后对，很有心机哈，反正就是晚了一点点。到了他家附近，然后打个电话给他，然后跟他说，就是我要来看这部电影，但是我错过了这一场这样子，然后就是要下一场，那你会不会想要一起来看这样子？然后就是对，那如果他可以先来聊聊天啊什么的，我们就等下一部电影之类的，对，那真的很贼。Anyway， 反正那时候对打给他，当然也是因为也都不知道他的计划嘛，对，所以就真的就想说试试看。那跟他讲了，但是他说他待会有事。没办法，他不能跟我看电影，对，他说他也想看，但他不能跟我看，那当然就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就想说，那既然我真的就来，也不是完全骗人的，因为我真的是想看那部电影，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等下一场吧，反正还有1个多小时，我就在那个电影院旁边的一家麦当劳，我就在那个麦当劳在等，那等着的时候，就突然他就出现了，对，他出现。
然后他丢给我那本书就是《寻羊冒险记》。哦，对，他就是说我没时间陪你，但是你就看书吧，这样子你至少就是这1个多小时，就是你有事做，打发个时间。对，打发个时间，他就丢这本书给我，他就说这本书我很喜欢，你看吧，你就看这本书吧，对。但我那时候一开始我拿到书的时候，我有一种哎呦书啊，文字啊，我的妈呀！对，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小时候因为住国外，所以我的中文能力其实也没那么好，对，就是阅读能力没那么强，所以没那么爱看书。但是都在那了，然后下一场电影还要1个多小时，我就想说那就开始看吧，对，所以我就把它翻开来，就是《寻羊冒险记》，我开始看1页、2页、3页这样看。等我停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看着，等我再停下来的时候，下一场电影我已经错过了。对，就是我也没想到我可以竟然看得这么入迷。对，然后我那时候发现说，哎呦，下一场已经错过了。那好吧，既然错过就错过了，我就带着那本书啊，就回家。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就是从回家之后就开始一直看到天亮，然后就把那本书整个 K 完。然后看完之后觉得不够过瘾，就是好好看，然后天哪，这是什么？怎么会这么好看？这是谁？村上春树是谁？然后就开始在翻，你可以看那本的后面，我记得早期的村上春树的书是有把他的所有的那个年表都写出来的，然后就照着那个年表，我就开始就是。哦，好，所以他的第1本是什么？听风的歌，我就开始从第1本开始听风的歌，然后再来到那个弹珠游戏，然后再来是这一本，然后555世界末日冷酷意境，然后就这样子一本的开始看，对，然后看完他的书之后还是觉得不够，然后就把他，因为他在日本，他还有翻译美国的一些小说，对他很喜欢菲兹杰罗，然后他很喜欢大亨小传，然后就开始看菲兹杰罗。然后看完菲兹杰罗之后，我又知道他很喜欢雷蒙钱德勒，就是推理小说，所以又再把那些，所以那一本书就是《寻羊冒险记》，真的是我开始爱上阅读的开端。哇，这个起点带你走到很远哎。走到很远，走到现在就是变成是我真的是一个习惯了。然后我其实，我现在时常在看书，我床头边现在有10几本等着我，一直要把它看完的书，这样子。最后还是像你爸了。对，最后变得还是这个样子了，对。哇，好有趣哦。对啊，而家好多拖延員講到講，伊萬世有睇美國神法圖書，佢說伊嘅中文能力唔會一件事情，其實對伊嘅也嘅個人人生有這麼大影響。我等下個繼續來聊，好，個繼續來打嘴鼓。剛導演休息一下，我們等一下繼續來聊。教你怎麼用圖書館，然後那個圖書館裡面的就是從000到999是怎麼分類的，然後每個分類是屬於什麼。像我還記得，因為我自己的傾向，所以我還記得800到900的那一段，那是藝術的藝術區。先來做客慢言來了，今日來聊聊的係林書義討厭，討厭一本書啊，吼，也算一個入圍證書，都可以講幾多故事哈，真的就是講故事的人。剛剛人給人家做風看到，因為好多討厭有講到小時候有在美國生活，對不對？對，你其實蠻特別，你是在台北出生。對，我在台北出生，但是馬上就因為爸媽新竹人，所以馬上又回新竹，又在台中，又回新竹，然後才出國。然後國小在明尼蘇達。好，故說也個係小時候小學的 yearbook。yearbook，所以它算是什麼結業證書？結業書。哦，對，就是每年都會有，對 yearbook， 每年，然後整個國小裡面的所有的小朋友都會在這本裡面。哦，對。而且其實看起來亞裔華裔蠻少的，很少，因為明尼蘇達是一個蠻白的地方。哦，那你到那邊去有適應不良嗎？我覺得小時候的適應能力比較快，因為畢竟我到的時候是小2嘛。哦，對，所以就是小2的時候沒有太多別的概念，然後就比較很快的就融入在班上，甚至於就是那時候我連怎麼學英文的，其實我都不太知道。就是跟因為去之前是完全不會，然後我記得我的第1年好像還
没有特别的能够讲英文，但是印象中我到小3的时候，我已经叽里呱啦了。哦，对，我觉得小朋友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在哪个环境就很自然的就马上对啊。这张照片里还真的只有2个亚裔的人。嘿，对对对，就只有2个亚裔。你是哪一个？这有2个人。中间那一排。是这个。对对对，我是那一个。哦，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拍近一点，所以只有2位而已。对，然后就是在我的左上方。左上方。对他身高比我高，对，就是我的一个韩裔的好朋友。哦，他是韩裔。对，那你们就变好朋友了，因为这张照片就是他，是不是？对，这张照片是他。对，那时候是我就是我念完小5，然后就是因为我爸那时候是为了要念他的博士学位，带我们全家过去。哦。然后他拿到了学位之后，他就要带我们全家回来了。所以小5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大家其实知道我不会再念下一个年级了。对。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就是离别告别，所以他特别录了一个录音带。那时候就是他用录音，那时候就是那个年代嘛，对，他就是用录音的方式带写信，对，用录音的然后去讲一些就是告别的话这样子，对。而且他的署名是福尔摩斯，他署名是福尔摩斯，对，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很迷推理小说哦，对，很喜欢，就是很喜欢推理故事，对，然后所以而且甚至于我们那时候自己在学校，我们在班上，我们自己弄了一个小小的侦探社，对，哦，就是真的是就是如果同学掉了什么东西，比如同学怎么样，我们可以帮你去，对，我们会受案这样，对，所以那时候他用那个方式，所以好像蛮开心的那5年，其实很开心。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明尼苏达这个地方吧，就是那个地方比较淳朴，就淳朴比较单纯。然后虽然就是班上只有我们2个，其实我后来长大了以后，我还是跟我这位好朋友，他叫 Gap， 对，我还是有跟 Gap 在联络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其实都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跟好多有一些华裔或者是亚洲人在美国长大，他们很多经历一些种族歧视啦什么的，我们其实都没有过，我们都没有经历到那些，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明尼苏达，所以就是大家一起这样子成长，也没有人觉得我们特别的，就是歧视我们或觉得我们奇怪还是什么的那些，其实都没有，我们没有遭遇到那个。我们在美国这个学校，就是那一段成长期间是蛮开心的，而且我觉得美国的教育方式真的，它的教育方式不是叫我们，就是不像说就是以前在台湾的那种，就是叫你背东西死背，然后之后再把你考出来。我印象很深刻，我小2进去的时候，第1堂课就是我很有印象的课是教我们怎么用图书馆。对，这个是一堂课。就是教你怎么用图书馆，然后那个图书馆里面的就是从000到999是怎么分类的，然后每个分类是属于什么。像我还记得，因为我自己的倾向，所以我还记得800到900的那一段，那是艺术区，是800到900那一段。对，然后就是你到不同的区，然后你可以找到不同的书，他教你如何自己去研究，自己去寻找你要寻找的东西。你对什么有兴趣？然后，所以他是教你怎么用一整个图书馆，而不是教你说这个该背什么，那个该背什么，那个该背什么。我觉得这个一直都是还蛮，就是从小对我的思考逻辑跟我的教育的那个影响。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就是我在那个学校，我在那个国小所得到的。那个很开始的时候，其实给你的东西是很宽广的。对，是很宽广的。你有一整座图书馆，而不是你要念这个念那个。对，然后你要什么答案你自己去找。对，你要什么答案，你不是去问谁什么的。这在800到900对吗？这个对，这本也是艺术，对，漫画也算吧。这本是很久以前的吧？好久以前了，那个非常久以前。然后你一直留着的，这是你一直留着。对，这个我一直留着。所以是小时候很爱看。小时候很爱看，但是这一本的特别的意义在于，这一本里面有我哥哥画的第1篇漫画。真的？对，我可以翻给你看。你哥哥画的？他在这边林书旭。
哇，他是在对他在上游的哦。对，而且这个是他高中毕业了以后还没上大学之前，因为他其实从小就是非常有艺术天分。然后我在他面前永远自卑这一块，这样子，我永远觉得哥哥比我厉害，对，所以他从小就会画，他从小就喜欢画漫画，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自己画一些漫画，然后印出来，然后给班上的同学，给学校的同学，对，所以他因为他跟我一样的状况是，我们都在台湾出生的，可是他高中毕业以后，他想出国念书，所以他必须先当兵，对，那所以他就在那一段时间，他其实自己也就开始画，就正式画漫画、投稿啊什么的。然后他是在投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我哥都是叫他胖老编，就是那时候那个大然的一个编辑，对，他叫他胖老编，然后看上他的漫画，然后希望他开始连载，对，所以他是画连载的单篇的，这个到这边，对，这一篇是我哥画的。哇，对，这个是我哥画的，然后就是他第一次出版漫画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所以你知道，就是身为我小他4岁，所以身为一个弟弟，然后看到自己的哥哥画的东西，真的就是正式的出来，在书架上面是会卖给人的，对的那种感觉是很崇拜的，对，就是非常崇拜我哥，就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对，所以他那时候我记得是他。好像就是要去美国念书的前几个月，对，然后那几个月他就是猛画，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这是93年嘛，就93年的6月、93年的6月、7月、8月那3个月就是都有他的短片，对，然后他就画短篇漫画这样子，对。那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往电影的？因为你大学就是念电影。我大学是念电影，对。所以是高中的时候就觉得，我以后要往这里。那个时候是有明确的？没有那时候我其实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说嘛，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很不爱念书嘛，就是成绩也都是差的就及格边缘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而且加上我的这个现在看起来是双语能力，但是那时候就是其实我中文很不好，然后英文也就是那样，然后又不爱念书，所以。我那时候本来我是要步上我哥的路程，就是高中毕业先去当兵，当完兵再出国，再去申请美国的学校这样子，对。但是因为我们家就也不是多有钱的家庭这样子，然后我哥去念书已经非常贵了，所以我爸那时候是问我说：“你有没有办法在台湾念书啊？”然后我那时候想。我在台湾怎么念呢？我不可能考联考啊！我的这个成绩，我怎么可能考联考？对，然后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是，在一个那样子的一个状况，刚好我的老师跟我说，就是今年就是我毕业那一年，所以应该是你的第2年，就是他说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大学推荐甄试，第一届推甄，那第一届推甄通常第一届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在一个实验阶段吧，大家都还不太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就是第一届的推甄，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试试看，我就去考看，对。那第一届的推甄那时候我不知道后来变怎么样了，可我第一届是什么都考，理组文组的全部都考，然后学校再来看他要看什么成绩，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一样，就什么都考嘛，什么都去考，然后就有一些真的很可怕，我就是，而且是很极端的。我去考的时候，就我英文就98分，当然嘛，就是我英文那时候就从美国回来，当然很好。然后数学0分，0分，对，因为那个猜都猜不到，那不是猜的问题，因为他那时候如果有猜，我可能还好哦。那时候就是因为就是10题计算题，就直接要计算的哦。对，他就给你10题计算题，你没有一题会，就是完全不对。然后就是我就是对，所以我数学0分。然后英文98分，然后中文我忘记是多少，所以那时候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分数，你可以去填一些学校。然后我也是因为不爱念书，所以我也不懂很多学校里面的那些科系到底是什么意思，看不太懂。对，什么大众传播，我不知道大众传播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就是视觉传播这些东西，我其实看不懂。只有世新非常明确的写，就是说广播电视电影。然后他说，电影。电影好像还不错啊。我说我去念个电影，而且那时候我也没有对于电影，当然谁不喜欢看电影嘛？就是长大的期间，我那时候
而且对于大学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学应该都是在研究啊什么什么那些的，所以我真的以为去念世新电影就是研究电影，就是看电影跟写报告。哦，我真的以为是这样。我想说，哦，看电影写报告，这个我可以啊。对啊，研究电影好啊，我可以啊，这样子好像我就，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这样子就去跑来就是报世新电影。哦。然后那样子的成绩，然后可能我觉得面试的时候有加分吧。对，我就是我面试的时候就是说怎样，然后叭之类，然后就可能就是教授们被我糊弄的一愣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这样进了世新电影。哦。但进了世新电影，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进来这边是要学拍电影的。对。所以我其实是这样子进真的就是误打误撞，误打误真的就对，用误打误撞对，所以很多人就是问我说，你是不是从小就立志？没有对，而且是跟那个中文不够好，其实也有关系的。好，咁等一下呢，拖延我带大家去到以中学时期嗰重要嘅味素，哈，咁原来等下個都進來繼續來打嘴鼓。《九降風》這部片子，我那時候在回想的時候，在寫的時候，其實也在對所謂的跟青春告別，跟青春、跟純真、跟懵懂、跟那個就是一個純真的一個結束，去做一個告別，這樣。这边就是国立新竹科学园区实验中学。那这个也是我从美国6年级的时候，小6回来之后来念的学校。那里面有一个双语部门，专门是给一些像我这样的海外回来的孩子可以有一个过渡。那这个学校它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有，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就毕业了3次。小6，然后国中3年级，然后跟高中3年级，在这边拿了3个毕业证书。虽然就是我的校园生活在里面很多，可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不是一个多用功的孩子，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翘课啊什么的，我们其实在校园外也还蛮多回忆的。那我待会可以带你们过去看一下。对，所以以前其实没有这个围栏，我那时候没有围墙。以前那时候实验中学一样，就像我刚刚说的，还在拓宽的一个阶段，所以从操场那边是操场，但是从操场接过来这边这一个，我们那时候都叫它叫静心湖，但是我们都叫人工湖，因为它真的是科学园区他们自己挖出来填起来的一个湖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叫它人工湖。所以我们以前翘课的时候，其实最常跑到的地方就是跑到这来。国中的时候就开始翘了啊，就是到湖边，然后其实也没干嘛，你知道吗？就一群人就到湖边打屁聊天，都比上课好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会来这边，一样就是也是学校旁边其实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出去你也不可能跑太远，对，所以我们就来这。但是有些时候其实像我在国小、国中的时候，甚至于老师有些时候他会很自由，10几个人一班，所以老师有些时候也会把整班拉过来这边上课，对。就是我还记得这个，就是我现在应该找不到照片了，但是当年我们也有那种一群人在这边拍照，一模一样。这是就是从几十年就在这边的，对，朱明。然后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比较有意识了，所以现在会弄一个这个啊艺术品请勿爬，但是以前我们真的就是爬上去的，甚至于我记得真的有哪一年的一个结业的照片，我们真的是全班铺满在这个朱明的这个身上这样子，对，站在上面，坐在上面，什么各式各样的。但现在不能爬了哈，现在不能爬。东北季风的时候，其实到了秋冬，农历9月嘛，就差不多11月左右的时候。对，新竹的风特别大，所以那时候就是，所以为什么九降风的名字是从这样子来的？对，就是在形容新竹的东北季风，9月东北季风。啊，又回到了就是我以前高中
其实你算一算，真的是我在那时候从小6到高3，算起来真的是待最久的一个地方，一个空间，就是这。啊，早上7、8点就来学校，然后到了5、6点才会放学，这样子，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对，所以真的加起来，其实我不知道我有多少的岁月都是在这里，那也挺感激的，然后挺多感触的，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那个地方。先来做客，欢迎来了。头头林书义讨厌带大家去到以神法喜剧嘅生养总好好睇做口啊。导演你是从小6回来，对，小6回来，一直到高中，对，都在这所学校，都在这所学校，都在新竹，对。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在美国其实适应得很好，因为小朋友嘛，哈，只要没有遇到什么歧视，大家玩在一起，很快就可以。语言能力也增加，然后生活的适应也都整个都很开心。对对对。可是你是回来，反而是这个过程。回来的过程当然就是有一个就是反文化冲击啦，就明明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是因为那边已经有一点被洗脑成一个美国人了，就是成长都是那些美国文化嘛，流行文化嘛，流行音乐啊，各式各样的。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当然一开始有他的不适应，加上。我一开始回台湾的时候，我连讲中文都有点口音，然后所以就是你出去外面的时候，反而这个口音让我一直被视为异类，对。那当然我在学校还好，因为我进去的，因为实验中学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属于双语部的部门，专门给一些国外回来的孩子，有一些外交官的小孩啦，科学园区的小孩啦，清华大学、交大的一些孩子，对，然后一些他们可能从国外回来的。那本来双语部是一个为了要让孩子们适应之后就可以到普通部门的，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些学生不愿意转部门，就慢慢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就是高中部，但是国中部的他不愿意转，他就是9年级的那一个，就是我想要上10年级咯，他们就只好设一个10年级，设一个11年级，然后后来就是变成一个现在其实很大了，现在好多学生，对，但是当年是那个样子，可是我们就在一个双语部，一个双语的环境长大，对，那个青少年时期正好在找自己的时期，对，可是你又加了一个，就是你既不是美国人。然后回来自己的又不太像台湾人，又不太像台湾人，卡在对，有点卡在中间。所以你会变那个九降风里的这种小孩，是不是也是就是在找自己的过程？当然有啦，对，但是九降风这个部电影比较是我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像我到高2、高3的时候，我特别有一种感觉是，因为我班上的同学全部一毕业就要去美国念书。然后我跟他们有点距离，因为我知道兵役要等着我有这个问题，所以我那时候我反而就跟我们实验中学的普通部门的一些同学，比较常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是有一群人，我们就是比较爱玩，然后所以就是后来就变成了《九降风》这部电影这样子。我那时候第一部长片，就是想说，就是把我的青春岁月这样子把它写成一个故事拍出来。对，那一段岁月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会让你要写成第一部长片的时候，你是选择这一段故事？我觉得我一直对于结束告别这种这样的一个主题，很有感。对，你很早就知道。对，我很早就会对于就是说告别这件事情有一种感伤。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从小一直搬来搬去，然后每一次都要跟一个地方或者是跟一群人告别，所以甚至于我在实验中学的时候，因为就像我说嘛，那个学校变得有一种很多人其实会到那边去过渡，就是我回来几年我又出国什么什么那些的，所以那时候也会认识一些人，成为好朋友，然后他们又要走了。什么的，所以就是对于那个东西一直有蛮大的感触。那再加上我觉得就是《九降风》这部片子，我那时候在回想的时候，在写的时候，其实也在对所谓的跟青春告别，跟青春、跟纯真、跟懵懂、跟那个就是一个纯真的一个结束，去做一个告别，这样子，就是你开始好像真的认识这个世界。
对，所以我就是写了这样的一部片。对，那一个，因为我觉得 DVD 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就跟刚刚那一本漫画一样，就是虽然电影有出来什么什么那些的，可是当出了一个我实际可以摸到的东西，然后这也是一个出版了，然后可以在那边贩售给大家，对，然后还做一个双碟版那时候，所以就是那时候九江风这个 DVD 出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挺骄傲的，就真的是有一种哇，天哪，我做了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好像有一种对这个世界有点贡献，你知道吗？就是对做了一个作品。那一部电影出来以后，然后不管说，而且其实大家应该很难想象哦，就是说现在的电影可能就是任何一部连比较小的片子，可能就是到处都在放嘛，很多厅啊，很多什么的。九江风那时候上映的时候，全台北只有3个厅在放。然后既然那时候3个厅在放，我们到最后台北的票房，哎呀，还可以到330哦，你知道，3个厅哦，慢慢就是那时候就是口耳相传，然后很多年轻的学生喜欢，然后他们就一直去看这样子，对。那时候就是一方面蛮意外的，然后后来加上海角7号的现象，包括我拿到这个奖的时候，我爸的反应都是，好啦，那你终于拿到一个这个金马奖啦，那可以做别的事了吧？对，就是可以不用再做了吧？就是就你追求到了吧？就是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教书了这样子？对，所以连到那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好，家底下都最面集团呢，俺如果来说好食的哈，俺上次睇下咩鬼好奇，如林水讨厌以为带来嘛个对有特别意义的料理，俺来底下看下来说。客语变成是我们到美国的时候，我妈那时候，我爸就觉得就是说，既然到美国了，好好学英文。然后客语变成是他们的秘密语言，就是他们要在我们背后讲些什么，不想要让我们听的时候，他们就转成客语了，这样子。现在做客，欢迎来了，我们今日的来材料的係林水討厭，也個集團呢，來看下是對於討厭來講有特別意義嘅料理，我哋來看下是係乜嘅，我好好奇哦。哎，竟然是，就是紅蘿蔔會講叉貴啦，哈，不過好發，導演知道客語嗎？你們？我們家就是通常因為我們家很喜歡吃板，對，所以我們永遠都是什麼板來，我們都是板內嘛，我們都講板內。你們就講板內。板內，對，那這個是如果是艾草是捏板。捏板。然後南部比較常吃是鼠曲草。的就會講拋頭公板、白頭公板，因為它那個草上面有一層白白的絨毛，很像白頭翁，所以南部會講白頭公板我們是真的可以吃哦，不是道具哦。好哦，但是可能有一點黏，那沒關係。但是硬是要拍到，但就是因為它就是黏才好吃。真的哈。我小時候很討厭吃，長大好喜歡哦。那是不錯。蠻好，好吃。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呢。是喜歡的嗎？我以為小朋友都不愛吃鬼。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因為，小時候我媽也會做，然後後來就是也常不做了以後也常買。可能新竹吧，這個東西很好買啊。對，所以就是從小到大就是變成是一個常備點心。對，有一個點心的東西了。有些時候是早餐。有的時候就是沒有東西的準備的時候，你願意吃這個？就是反正我通常就是我早上起來，我媽放什麼在桌上我就吃的。對，就是她放什麼就吃什麼。對，所以就是經常這個東西會變成是一個早餐，或者是因為國高中嘛，就是高中生的時候在發育的時候你很容易餓嘛。對，所以可能就是說4、5點回到家還沒有到晚餐時間，但是想要找個東西墊個肚子的時候，我媽也會丟一個這個東西給我這樣子。對，你小時候是有那個意識是自己是客家人的嗎？知道家裡是客家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但是沒有特別的去感受到說這個跟其他人有什麼差異。我覺得可能也就是因為成長期間在新竹，所以身邊大家都一樣。對，然後親戚表弟什麼什麼，就是我們大家一起長大的，其實都是。那到了學校以後，大家其實就是我不是講中文就是英文嘛，所以也沒有特別的去意識到這個部分。而且長輩是沒有跟你們說客語？對，因為客語變成是我們到美國的時候，我媽那時候我爸就覺得就是說，既然到美國了，好好學英文，然後
客语变成是他们的秘密语言。哦，就是他们要在我们背后讲些什么，不想要让我们听的时候，他们就转成客语了，这样子。对，那当然从小，然后多少接触到一点点，你会听一些，对，但是就不太会讲，然后也一样，确实就像你说的，就是成长期间不会那么意识到自己是客家人。对，是我其实去当兵的时候，才很意识到我不是闽南人。这件事情，因为身边全部都在讲台语，然后反而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开始为了需要融入他们，我开始学一些台语。对，就是开始需要学一些闽南语，然后就是去跟学长啊什么的，就是和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才非常的意识到说我不是闽南人，我不是这个，然后就是那我到底对，然后我是客家人这样子。对。我查资料发现05年的《寒夜序曲》你是副导演。对，是，而且那时候也是一样，我一开始其实我对寒夜也没有什么概念这样子，那时候纯粹是因为刚从美国回来，然后一个好朋友他被问了要不要去寒夜序曲当副导的工作，但是他在忙，所以他就推荐。跟客家人无关，跟我是客家人无关，他就直接推荐我。对，他就直接推荐我，然后我那时候就去应征，然后就直接，而且他们那时候其实已经是拍一半了。他们那时候是前一个副导好像有些什么事情要离开，然后急着需要找人，所以他们已经拍一半了。然后我是一半的时候就是去面试，然后面试也不是面试，我就聊天聊了10-20分钟，制片就问我说。那你明天可以去花东吗？我说什么东西？对，第二天我就行李打包，我就上工就去了这样子。对。那时候听到大量的客语是什么感觉？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连不是客家人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在拍客语的戏，所以慢慢的大家都会就是一两句的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会就是有一阵那种感染的那个东西，对，所以那也是我其实算是我回台湾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对，就是寒夜序曲，对。听起来虽然我觉得做这一行导演编剧都是喜欢创作的，可是你听起来好像更喜欢是跟人一起工作，你喜欢跟人一起的感觉。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一起工作，所以要帮老婆写一出戏这样。那跟老婆工作的经验如何？一开始也是压力蛮大的。我觉得拍起来开始发现到压力大这样子。原本我们都觉得应该没问题，因为我们的整个相处交往到结婚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上面是完全不吵架的，我们没有东西。没什么好吵的，这样，我们在这个部分都是非常合的，所以我们在想说工作应该也差不多吧，应该一样吧，对，然后就是我们就想错了，对，所以就是第一个礼拜其实蛮紧张的，对，第一个礼拜我们就发现到说，原来会紧张哦，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原来就是有一些我做事的方式，他做事的方式，然后甚至于包括我们太在意彼此的工作。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身份切割干净，就是先生太太的这个身份跟导演演员的这个身份，我们没有切开，所以很多东西，他身为演员，他不用担心的事情，他身为太太，他担心，担心先生的什么那些，但他不用，那只会干扰他的工作，或是我身为先生，我在担心他的演出，的时候，我身为导演，我不应该，我身为导演，我应该更相信他就好了，对，但是我身为人嘛，很难真的切的那么对，但是很多这些东西就会造成一些摩擦影响，对。那还会再合作吗？你们觉得？有适合的角色的话，对，但是短期内不会再就是说量身定做再写一个角色这样子，因为我还有很多我想要说的故事，对，那有一些故事不见得一样，就是如果写的这个我想说的这个故事刚好角色适合他。那我当然就会找他演，但是不适合的就不适合。像我现在正在写的一个故事，虽然故事是发生在竹东，但是女主角是一个原住民，对，所以当然这个我就不可能去找夏玉乔演嘛，这样子，对，是会不会拍我也不知道，但我现在正在写，对。你会设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吗？
什么意思？要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有一个目标要得什么奖，或者是你会设定这个是我想做的，我就一直做下去，然后会去年轻的时候会，对，年轻的时候会比较有一种憧憬啊。我觉得可能任何念电影、读电影或者是爱电影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被一些奖项啊、影展啊什么的，就会想说啊，我拍电影就是一定要去坎城啊，这样之类的这种目标性的。对，但是到我现在我已经快50了，我也已经拍了5、6部电影了。也没有什么好再证明的，你知道，就所谓的就是你说证明什么吗？证明能力吗？证明什么吗？我就是我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导演，我知道我拍出来的电影大概是什么样貌，我会想要挑战新的电影，我会想要挑战新的格局，想要挑战新的故事，这个当然一定会，但是好像已经没有变成是这种目标还是那种目标了，就是已经不会变成是，应该是这样讲，已经不会变成是外在给我定义的目标了。对，就是说外在给我的票房一定要破亿啊，这样子，我要做一个破亿导演这样子，或者是我要去坎城，我要做个坎城导演这样子，就已经不是那一种东西了。现在已经变成就是说，我想讲这个故事，然后我知道怎么样子去讲这个故事是我觉得最好看，那我就想办法拍。对，当然还有一个当然是有很多还是我想合作的人，然后。一样就是，如果刚好，这个故事适合这个人，那我就找他一起合作。那当然这不只是幕前，幕后也一样。像说我，电脑里面有一个那个资料夹，有一个 folder， 对，电脑里面有一个 folder， 就是我想合作的配乐。这样子，而且都不见得是国内的，就是说很多是可能就是说美国的配乐啊、日本的配乐啊，还是我突然看了哪一部韩国电影，我觉得那配乐好好哦，然后我就马上记下来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我有很多这种我好想跟这个人合作的一个名单这样子，很有趣耶，就还是很人的，就是并不是说以自己的作品要达到什么，你说外面给你的标准。而现在比较没有了，以前当然会，以前当然会，以前很在意，以前会很在意啊，我一定要去最好的影展啊，怎么没有啊？是不好吗？就是啊，那就是我就是，然后很容易去把那个东西变成自己的定义，这样子就是啊，原来就是就我不够好，对，然后所以我说我的电影不够好啊，所以才去不到这，去不到那，对，久了以后也都知道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也都是一些关系啊，一些你认识谁啊，你刚好你的制片是谁，这之类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些事情，而不见得真的完完全全的就是所谓的好与不好。慢慢的又开始更明白的，就是说像说几次被邀请做评审，然后在评审的过程当中，真的开始会更明白，就是没有好与不好，没有这个绝对最好，那个绝对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对，就是然后开始。以前怎么都掉进这样的一个思维，你知道，就是电影的比赛，其实电影的比赛本来有点荒谬，就你知道，因为它是一个主观性的东西啊，评审你就会知道很难比较，对你很难比较了，就是对电影的比赛，它不是奥运，你知道吗？奥运很明确，你跑最快，你第一名，对，你游最快，你第一名，对，但是当它是人的评比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主观了，对，就不用陷入这么多的主观，是，很期待再看到导演的很棒的作品，希望下次不要再等5年。希望，我也希望。李明非常感谢，感谢导演分享那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可以吃完哦。OK， 好，虽然我也该吃完了，要不然浪费了，也不会有别人吃啊。而且我现在都是那种录节目的时候有机会吃到，我平常不太吃得到。你说吃不到什么？这个客家菜板类，板类，因为不太会特地去买，所以好像都是录节目。我每次回新竹，现在还是很常。对，然后因为巧巧也爱吃，所以我每一次回就是我只要有回家，只要有回家，因为爸妈还在新竹，我只要有回家，我就是回台北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有2、3个这样。